我说颠倒词啊，公狗高岗，我说颠倒词啊，我说热闹闹热，你手一定爱那样。不然我会放袂记，做的放袂记，心内的可爱迄个人。就他妈的，好啦，我那是，哟哟，较等是要参加个别式哦，啊，无你包较安尼，这较开咧内底两粒我摕出来。好啦好啦好啦，你这种干那样康叔梦想什么代志拢做袂好，搁袂晓趁钱的啦，你这叫做回小川连累狗。狗一定要逼我。尾山，尾水，尾玲珑。欢迎节目主持人凤恰恰。大家一起休，欢迎我们退休。新条感谢感谢，欢迎亚全世界好朋友再度收看咱上较有气质的电视台公共电视台上较有气质的节目《画山画水画玲珑》来讲台语世界通。我是你的好作边蹦恰恰。今天咱录影现场金光闪闪，水气千条。因讲有这个演技派太厉害的人来到，所以首先看到伊，我想到这三字，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喝喝喝，这是现在什么？喝喝苗，哦，喝来，喝来嘛，喝来叫，喝来喝来喝来好莱坞，哈利坞啊！哎呀，哎呦，我看谁呀？拍谁啦？你们都没去过，我有，你有，你也有啦。哪里的哪里的？哦，应该是外来语了哈。哈利坞，现场小姐咱台语文的专家，欢迎郑安珠郑老师。画山画水画玲珑，定定骂人会掠讲。大家好，我是安珠老师，欢迎收看咱的节目。大家成功就是我上大的快乐。定定骂人，有人讲骂人啊，这是一种艺术吼，骂甲对方欢喜哦。哎呦，骂甲对方我甲骂者，我甲骂者，骂我迄心情咧好，这就是最高的境界。吼，这台语奥妙的所在。所以今天咱两位来宾呢，因讲是除了演技好以外，骂人还是骂人功夫一流的。因为这位女性、这位女士、这位小姐呢，骂到什么程度呢？厝边啊搬了了。这代志真麻烦的，伊靠骂人赚偌济钱，你敢知？哎呦，但是伊本性不是安尼，非常的妖娇，非常的高贵，非常美丽，非常的可爱，非常的敬业。温柔。这句呢，家己补的代表讲伊无够迄个条件，所以家己会补落去。你遐严肃要安怎？哎，上你的节目会紧张呢？你毋捌上过咱两个无节目个？无啊，是毋捌上过搞的节目。哦，足紧张的哦。朋友，你甲听看嘛？较等的处罚有食金蕉无？无啦。你去后台我的房间看嘛，我的房间无锁，你去看。桌顶拢金蕉。对啦。安尼啦，因两位既然是咧合作吼，是。我请你要介绍之前，先请你念迄三字。哈利坞，因为我拢讲台湾有一个哈利坞，拢安尼讲呢，毋是哦。哦，恁的哎直接翻译过来看来，因为迄是尾来的名词嘛，因为哈利坞是美国迄个所在，迄个拍电影迄个所在。啊，无台湾哈啦，好来哦。啊，无咩讲。这世界有名词啊，咱唔通共翻。哦，就亲像麦当劳，你讲硬翻做台语哦，麦当劳。麦当劳，听起来怪怪的。愈食愈疲劳。哎呀，像 seven， 人逐位逐世界拢嘛讲 seven，sushi
你去美国、去意大利，拢嘛叫苏西。对所以像这好莱坞，这应该是世界有名的，咱就尊重原来的发音啦。对啦所以有时候一款专有的名词，咱来尊重原来的发音。请你互相介绍对方，互相介绍。啊，你介绍对方。这呢，阮两个即马当咧斗阵，好啦，你使讲啦。斗阵演音乐剧，啊，对。音乐剧嘛，音乐哦音乐剧，伊的名伊名叫做林文熙，鸡啊鸡，林文琪，我拢叫伊的英文呐，伊C two 嘛，嘿，C two，因为伊是阮这团的 C two，就是哪树哪土嘛。无啦，所以讲土的代志叫做能，所以就叫个西能。怪怪啊！无啊，无安尼尔。无啊，伊吼真贤唱歌，不厉害贤唱。有影我甲你讲，你若真正甲伊对戏吼，听到伊的歌声，你会有心。啊，人哦，国语有一句话讲，听到你的歌，哇，我的耳啊有心啊，哇！对无？因为我贤唱咧，真正。是本节目第一集有史以来第一人安尼学落。你甲现代的词用就讲，听啊耳啊有心。迄囡仔是要来饲大汉，我也想。无啊，诶，差不多啊，差不多。差不多啊。你是这无时间我等，我先讲啊。好，节目做60几哦，年，伊有点我讲袂完啊。来一段。啊，唱一个啊，唱一个。好啦，莫唱恁内底的歌，慢唱恁来。唱你英文迄种歌剧迄种啊。歌曲哦，我唱一个哦。我会等你个名仔无？好，来啊来啊来。Kibila cosa 나요나라의 소리 사랑의 바다 잠는 니 처음을 사랑십니다. 됐지? 干嘛凊彩唱欧白唱的嘛，拢遮好听。后边那唱一句韩国话先。我袂记啊，袂记歌词啦。韩国人嘛会使唱歌剧啊。林文琪先生，嘿是。换你介绍你旁边这位女士。啊好我讲哦其实我的台语无练转啦，我用我的真心来甲你介绍。用你的精神来介绍。伊伫我的心内中是一个做美丽、做可爱、迷人。我拄仔就讲过啊。歹势啊，伊会当讲是这为台湾头骂甲台湾尾，为家人港骂甲高雄港，哎呦，为山顶埔骂甲文化埔。哎呦，我无去遐。会当讲是这台语骄人的祖妈，吊人的做，吊人的做嘛，祖妈。有呢，我真正捌听过哦。有一届哦，我去一个迄个大卖场，一个妈妈抱一个查某囡仔，迄查某囡仔才一2岁，伊妈妈看到我坐遐，甲因查某囝讲：“来，你看，你做嘛，你啊，是不是？是不是？啊，我唔知要做啥物反应，我只好食面食到一半讲啊，嗨。有啥物要补充的无？补充就是无啊，好啦，无啥物优点。有优点，伤济人讲袂完，好啦，好啦，讲袂完，说袂尽，好啦讲袂煞，因为你太牛我了。知啊，我跟你合作是我一世人的功用。我知啊。因为阮做伙做节目啦吼，啊，这个人我直接头一摆讲啦，嘿，伊爱穿迄个关大的嘛，嘿，我咱穿平底啊，嘿阮那一徛是徛6点钟呢。哇，这个人共款安尼鞋啊穿咧呢，安尼访问安尼讲，啊，即嘛中小可歇过的时阵，我前拖咧，伊啊摕啊脚开安尼，这是伊可爱的一面啦。暗时啊，阮拢坐迄个车吼，迄个高人座迄款的啊。你台湾买啊，都嘛些规暝咧哭倒来台北啦。伊安尼车顶伊拢无咧困啦，好伊咧做功课呢，好啊，挑花插树。你讲的是你吧？我真坐去你车顶，我就要紧困啊！啊，若无你拢会伫找我讲话。你讲，我甲你讲哦，我感觉咱后礼拜来唱这条歌袂歹，哦安怎，规路讲规路4点钟。啊，大家无了解讲，你到底是倒位的人？是安怎你的语言会这么丰富？真正是大嫂吗？我是大嫂人，我咧混啉大嫂。
因为迄边的台语，都讲甲咧咱普隆市的台语都无啥共款。是啦，因为咱这节目吼有可能全世界会播出啦，所以你讲当阿妈一代吼，可能会听到海口腔会较亲切哦。对呢，这个节目吼是公共电视台，台语台画山画水画玲珑，这麻烦你用海口腔甲阮介绍一下。啊，咱公共电视吼，啊，真歹讲啦。咱你都讲哦，迄个画山、画山、画水、画玲珑啦。哦，咱希望讲吼，咱全亚洲的观众朋友，咱也有闲咯吼，都安尼坐咧厝吼，安尼啉一下茶，啊吼，咁看一下节目，哇，咱都捧过哦，真正咧介绍啦，不离啊搞啊，咱大家捧一下那个鼓励一下。这人太好用，没，太好配合的。有时为了报气象哦，节目中啊，用各种不同的无共款的语言来报迄个风台，哦，啊有串烧好啊，用台语啊，伊拄啊分到迄个海口腔。海口腔。啊，即摆这个风台可要大一下，啊，伊要为台湾来啊，来抢。啊，即摆咱洪台吼，讲要有咱遮来咯，啊，咱吼大家保庇，叫伊都唔讲吼，叫伊都唔通来啦。啊，若真正要来，咱就甲请来咱兜，叫伊来咱兜坐坐。那人家喝水来走走嘞，来叫洪太来坐坐，啉一杯啊得了，你再走啦。安尼伊就袂学袂来咯，对啦，对无？伫恁兜做就好啊。洪太是恁兜，莫去别人因兜啦。是啦，另外咱就讲伊即古锥的，恁骂人安尼变变叫，安尼下叫。观众朋友，这虽然讲大家拢有看过，但是一定要现场看一遍。一定要看者。啊，你第一只骂人，我讲无意思啦。真正啊，讲实在啦，我真正唔知即个人吼到底是安尼啊，一年365天，恁来，我唔知你咧想啥啦，吼，即个人呢？除了讲吼，唱歌、演戏、写歌、写词、写剧本、拍戏、拍电影、拍棒球，啊，佫会晓做音乐剧，佫音乐剧，佫做舞台剧。你除了这，你佫会晓创啥？你即马都安那，大家拢免趁了，只大家拢做用的哟，干那拢你去趁就好啊啦，对无？真正是高家呢。搞家咧。你骂这我一点感觉都无咧。你当然无感觉，你毋是看爱骂，佫是甲你报。唔是我。哎，真做熬的呢，伊毋捌咧困的呢。唔是你。我安那啦？你讲嘛？你啥物袂晓？你讲，你讲啊！你讲你啥物袂晓？你除了这，你有啥物袂晓？我喜欢听你骂人，你去死啦迄种。你爱听这种啊？你讲对。你对我死叫你。去你死啦！安那？你现在离婚？我你死啦！我甲你讲啦，伊问我讲我啥爱离婚对无？因为咧嫌性。伊一直叫我甲教，我唔爱甲。这袂当讲啦，这袂当讲啦，好，今天要压，大家来压。买啦，买讲。好啦，你今日早一摆下来哦。啥物？哎，对。哦，拄啊写生日就这嘛。对。台湾有一个哈利坞音乐剧，是，这当时发生的代志。是伫咧这。你是别讲头前哟，后壁有啦。这是一个2020年的时阵，无人讲2020年啊，无是安尼讲2020年1月4號到12號，1月初四，哦，1月初四到初12，無10度免車啊，哦，初四到12，哦，伫這台北國家戲劇院，國家戲劇院，嘿，要演幾場？演10場。因為我們要來看的人太濟，無安排遮濟場吼，足一人看無安尼無公平。對，因為今年的迄個金馬獎迄開場嘛是阮去唱。我知。造成真大的迴響，真濟人看了攏足感動的。按就免宣傳啊，嘿。無共款，一定愛來咱遮爾優質的節目來宣傳，尤其是碰過主持的節目，因為這全世界攏在看。對。啊，愛買票無？
啊，当然爱啦。哦，有人来了，咱若无买票哦，警察会掠去。啊，一定爱买票哦。来，老师，今仔个台语你感觉你听到会好？会好无？讲了真好啦，啊，一寡物件往做参考啦吼。耳仔有心，这是用华语思考啊。啊，咱台语拢是讲听甲耳仔啪啪啪，嘿，拍拍哦。嘿，听甲耳仔啪啪，啊，咁样拍落去安尼，嘿。拍冇，来，你写啥？你讲了耳啊啪啪拍怎么写啪哈？啪要安写？哦，拍呀，啪啪，拍拍这款的物件，我拍爱拍到好莱坞的顶头。 P A P A 爱拍到好莱坞卡。拍拍。好莱坞啪啪，拍。啊，雨下面哦波来哦，这是你福字，没练了就好了。去啪啪，耳啊啪啪，会记哈。来阮遮有这个好处啦，现在有一寡字唔知哎，啊。真正啊，小妹妹开始就甲大家小可考验一下台语，哦，台语有当时甲迄个华语倒逼的，我即马考咧你就知影。这种难的吧？不会，迄足简单的啦，一两三四，我说颠倒词啊，我说台风红台，对啦，就简单的嘛，我说颠倒词啊。热闹老嘞。哦，厉害你！头前爱记着我说，要说我说好吗？就挺 gay 搞。我说颠倒词啊，我说热闹老嘞。你手一定爱那样，我还搞嘿，变溜啊。我说颠倒词啊，我说习惯惯性，我说颠倒词啊，我说山崩绑山，山崩绑桩。单风绑桩，是有是山有崩。绑山对啊。我说颠倒词啊，我说母鸡给我。对。我说颠倒词啊，我说寺庙庙西，我说颠倒词啊，我说公狗高岗，哎，是吧？哎，是吧？高岗。碰个，其实吼，咱甲数12先生排出来吼，啊后壁加一个公的也是母的，个拢变颠倒。是的，会使安尼吗？会使安哦，好哦。哎呀，高刚高二，嘿啊，会使。安尼会使啦，不过安尼就无意思啊，因拢遮巧。投机取巧。对啊，太么？好来，这摆规定先想袂先讲。是啊是啊对，要讲谁秀？我说颠倒词啊，我说看人人看人人客。蛮好的，真好。我说颠倒词啊，我说鸡同当鸡，对。我说颠倒词啊，我说加添啊，你要拗，加添加添加加添，安尼会使。会使哦。添加是华语嘛，啊加添加添心稀味安尼。对吧是添加的意思。对哦，加添对啦，加添。过来，你有做会验吗？是啊是啊。我来，我说颠倒词啊，我讲喉咙哪熬。我说颠倒词啊，我说我讲尺寸寸球，尺寸寸球。对，点水我说颠倒词啊，还冇嘞。我讲开花花开，哎，开花回归。会使哈。我说颠倒词啊，我说脚手，我说手脚卡丘。卡去，手脚卡手，卡丘袂歹，对不对？袂歹，想了手脚袂歹。卡丘。这个无读册啊吼，嘿，对。你未发书，你准备啊？我想一下哦，错我说颠倒词啊，我说我说命运文明，水。我说颠倒词啊，我说比赛踏平，他偏杀偏吧，杀平，可以杀平。杀偏。哇，我说颠倒词啊，我讲面会回边，啊回宾，哦回宾，哦，是香港关有哦，对。我即摆要去甲你回宾，免甲回避。唔知影宾馆敢会答应。这真好哦回避老师。免费啦，免会面冇回宾啊，会面免费。哎，会面免
免费水免费，有这个经验没有？免费，我有演过这种戏。啊，所以我我有用到说颠倒词啊，我讲，后退退后，有发明了袂歹。后退退后。我说颠倒词啊，我说啊，那个，诗歌寡西，所以我说颠倒词啊，我说颠倒词啊。哎，那个算吗？我说颠倒词啊，来往翁来，会使会使，这可以吗？这个一样。你是裁判啊？哦，这个可以哦，这也是。来翁啦，来我说颠倒词啊，我说啊，那个，那个啊，哪个？那个醉酒酒醉，哎，醉酒酒醉。我说颠倒词啊，我说，啪啪啪啪。啪啪，我说颠倒词啊，我说颠倒词啊，我说颠倒词啊，啊，有一个气嫌，气嫌，嫌弃嫌弃气嫌，哎呀，嫌弃气呀！我说颠倒词啊，我说颠倒词啊，且慢慢呛，且慢慢呛，慢车，哎，慢车，不了文啊，哎，我说颠倒词啊，没啦，有啊，无啦啦，有啦，有来个有啦，够想够想，元宵咧摇迄落，玩笑，理财元宵，哦，理哎，财理财，猜谜，猜谜，我说颠倒词啊，猜谜，没猜，我说颠倒词啊，我说颠倒词啊，箭头掏剑，好剑，无无这个词，无这词，不过你当用头，老爸接一字，哎呀，掏钱，头前啦，掏钱，头前的花语，哎，掏钱，都变，金头，我来前袂出去，前头掏钱，前头头前前头嘛，头前系啊系啊，前头哦，前头哦，你是那个想是要个一条呀？我无啊，我无。我想要加只就好啊，你知唔知？大家就好，大家就好，谢谢谢谢谢谢。公良好。相传古早时代有一间轰动武林、惊动万教的餐厅，叫做乌玫瑰西餐厅。这间餐厅有一个非常够做生意的头家娘，叫做文峰。文峰的餐厅有3位水敢若天仙、敢若乌玫瑰般的舞者，伫咧表演吸金。只要是查甫人，拢会互伊美甲兴存。有一日叫阿财，因为翕电影赔了真侪钱。来找文峰啊，救救！这个头家娘是要安怎如何咧？咱继续甲看落去。放袂记，做的放袂记，心内的可爱迄个人，亲一领哪想的想啥？点海里看到海洋，我来去海边的水机，放老的阿卡的小船，不知是为着啥代志。会予我流落珠泪，会予我流落珠泪，流珠泪。会好我。就他妈的！我今晚是安怎啊？同志，好啦，我那是，哟，你确等是要参加个别生哦？安怎？啊，无你包甲安尼，这卡开咧内底2粒给我摕出来。好啦，哪一个？嗨！我甲你讲过几遍啊？咱哦跳舞都要用腰，用尻川。无哟，我知你无用，你的尻川咧。伫遮，有你毋得摕出来用，我是老咧做嫁妆咯。好啦，腰
Yuki，我来啊！哦，安怎啊？安怎你讲？你安尼讲，诶，安尼安怎？我你提出来啊，你提出来啊，练功啦。真正，我是要讲几遍啦。哈，唱歌都要下感情，咱人客听着，起码是毋才会不灵验，因若欢喜，因若爽气，毋才会提出来，毋才会甲恁教调调，啊无咧。好啦好啦，真正咧好歌咯，一百收用哦。哎呦哦，哇，吼吼，无几年尔，这间乌玫瑰西餐厅，哇，变甲这尔气派，这尔豪华呢哦。阿仔，这三个是迄个文下十姊妹啊。歹势，阮三个人尔啦，你对你看叫出来啊？真正是吼，死性毋改啦，敢真正是你啊？当然嘛是我，无毋对。文峰 ，my phone， 你遮久无转来啊？你哎，不是，你到即摆对我也袂爽，无要紧，你有想我无啦？你先等一下，来，嘿，看好详细。哦， Music。放袂起，怎会放袂起？心内的苦恨，迄个人，穿一领我买新衫，糟蹋我美丽纯情。我时常孤单去海边，想着伊无情醉去，哪有缘搁再相逢时？要予你幸福如是，来来来，你怎样甲过来？你家己讲看卖，敢有啥物爱交代？你安尼甲我扒落，my phone， 文峰啊，你敢知我为着你？哈，电影嘛较水，嘛水袂过你啊！你原谅我好唔好？好唔好？你等下要创啥？当年你捌讲过，你讲全世界的金银财宝，拢不如一个为德才好。这句话还佫有准算无？在。哎，你上，在啊对，你是你咧创啥啦？你是创，你在要创啥啦？我来要创你家己写的。我去玻璃路隔壁的歌厅啉咖啡，莫甲阿华讲，若是我无转来就来甲我叫，你当我青梅哦。这个就是你讲的迄个大编剧丹那静华哦。你当初时都是为着伊离开我去拍电影。对啦对啦，在以上啊，伊就是文宏子啊。你是讲台湾电影《乌玫瑰》文峰？这我过去。你四大块啊！你没唱，不是这个面的面，这个袂贵啊，过来，你这个点过来的哦。我过来就唱。咱的资金拢开了了啊！吼，我袂用阁卖厝啊啦。我知影，咱无钱，你嘛欠钱，啊，不过嘛无需要找伊啊。不是安尼。啊！哎呦喂啊！你拢唔知啊？你即摆的剧本真是吼卖无钱呢，就算拍出来嘛是无人要看，对无？伊会来找我是因为知我内行，我甲你讲，从今日开始，你就 shut up。好，接下来教你。亲像你这种干那样康叔梦想，啥物代志拢做袂好，搁袂晓趁钱的人，你这叫做火烧山连累狗。狗一定要比我。还佫有第二句俗语，请看。哎，你这知啊？哎，你上，
你知影你是在创啊啦你？在创啥？你哪来的？我哪会来哦？你啥的？哦，我去普里路隔壁歌厅啉咖啡，莫甲阿华讲。但是我无转来，就来甲我救嘿。看到鬼对我写我以为要歹哦。我睇你这你写一个仔啊！你才就讲我迄什么啊才是写嘛？等呢，伊就是你讲的迄个大名叫丹那静华。你当初是就是为着伊离开我去拍电影。啊阿仔啊，意向。疫苗可立啊，不是，伊就是文红子啊啦。你是讲台湾电影黑玫瑰文红？诶，叫我过去，快！我跟你讲安啦，怎啦？文琪啊，咱这迄个阿华，我咱钱开，咱资金拢无啊嘛。我知影咱无钱，毋过嘛无需要找伊。哈？你的剧本即马吼是无人要出钱，就算拍出来嘛袂无钱。伊会来找我是因为知影我内行。从今日开始，你 shut up， 我只要来教你。亲像你这样干人康师梦想袂晓做代志，佮贪无钱的人，这就叫做戆狗搬石头。哎，讲搞先啊，比着我就比着搞，不爽。较注意，除啊，这位演技派红星，这位雕像的影后，伊讲两句俗句，战胜多的真叫做火烧山连累高声举手。4票，四狗3票，你无，我两个。你解说说。火烧山连累高，你讲伊走投无路嘛，所以来找伊嘛。伊家己伊家己咧了钱啊，对无？了钱无钱，搁来找我，啊，毋是拖累我。啊，你这边火烧山，你连累，我毋是高，你毋过连累就高。我感觉应该是这句。戆狗搬石头举手，就恁无的来先啊。哦，是安尼讲哦。戆狗搬石头，你戆狗啊，你就咧欠钱啊嘛。你需要钱，你哪会去搬石头？你是戆啊？对不对？这种解说听起来足奇怪。伊意思是不是搬石头会进着家己骹，会去用着家己的骹？所以你当作伊来找文峰，文峰是石头的意思。对啦，对啦。伊来找文峰是唔对的吗？正确的答案是什么？来，老师有请。这头有一句话吼，这嘛是足多人讲台语定犯的错误啦，赔了真济钱，迄了后拢是受华语影响啦。其实咱有讲赔足真济钱就好，迄了是加，就亲像囡仔讲加了10分，加应该是加10分就好，是啊加了10分。你讲要一字去背还是要了？拢嘿，对啊，所以了是变受华语的影响啦。哦，啊，另外这两句就是第一句就是讲火烧山连累高，这是啊，就亲像文宏子啊受到阿财的连累，阿财受啥的连累？受丹啊正华的连累，所以拢是啊啦。人讲吼，人交拢是关公老毕，啊，你交拢是拿刀得刺，拢交一寡歹朋友啦。哦，所以变做互人连累着啦。啊，另外就是讲戆狗搬石头，讲啊歹听，狗碰过你上知影，狗在树顶，要食果子，也要佚佗，拢伊啊要困困咧树顶，啊树顶吼，啊若喙焦去溪仔啉水安尼就好啊。伊的生活当中根本就无需要去搬石头，所以是食饱伤闲，甲家己找麻烦。所以若根据这戏剧内底所演的内容，应该是火烧山连累狗，拢去受到连累啊。是的，你说今天了解这两句意思啦。了解。是的，来拍破鼓励，谢谢。吟诗作文真趣味。今仔我感觉就是简单的啦吼，这是咱台湾一首传统的念谣。这对今仔日的程度来讲，我感觉伤浅啦吼。所以咱请这个文琪啊，是先念一遍咯。哦，先念一遍。好，你是要食青，也是要食螺。要食青，送你去妈祖讲经，妈祖保。来，你青对了这个这个文字，所以应该读经。好。哦，要食青，送你去妈祖经，妈祖保庇你做好学生。要食螺，送你去
找金箔，喂，对不？罗罗，箔这哦，个意思嘛。哎哎，哦，你讲阿文，嗯，来，金箔毛魔力给你猫咯。魔力气，金箔，哎，迄字名念哎，你不要跟你学过。哎，金箔毛力气，立龟，你过，袂晓啊，这袂晓。这两字真简单啊，日啊走暝啊走，这佚佗啊。哦，佚哦，佗，你也佚佗安尼写做没了哦。做，这有写过啊。啊，这是应该是错啦，老师。吹这是吹，哎，对，带。顶头的一只老家母，后壁带4只鸡仔囝。哦，哎，家母带家囝，哎，叫带。这是就是家母带家囝，就是带你去佚佗。哎呀，好好玩哦。另外拄则有一个问题，我是感觉，哎，老师，麻烦你来一下，我请教一下，伊做这顿点顿伫遮，来对唔对？妈祖保庇你，是要顿伫遮，还是要对伫遮？妈祖保庇你做好学生。哦，伫你后壁，所以你是对的。哎，我唔对，我甲你回答咧。老师，我有一个意见啦吼，假使讲咱食这几个该做错咧，哎，对诶，对啊，要食安尼这对食清食错啊。嗯，我感觉较好。因这错甲补嘛会使拗嘛。啊，哥，你的意思是讲金宝做错诶？错，啊错要来写，口味食个当，嘿，假错，错是啥物物件做的？肉做，肉做的。哎，这里会当读做错嘛，当读做草。哎青草咱嘛是用这里。哦，我哦，有看到肉错，看到。哦，错是好，感谢老师吼。所以啊，咱即摆甲伊读到错好啊，哦，所以同学声徛起来，哎，先大家念一遍吼，做伙哦。啊，来，老师卡落，2、3、4。你是要食青，也是要食草，要食青送你去妈祖经，妈祖保庇你做好学生，要食草送你做金箔，金箔带你去佚佗。啊，水，好，咱请这个女主角来边啊。最后呢，请你用海口腔念一遍。啊，就难哦。如是要食青，也是要食草，无食青，送你去马祖经，马祖保庇你，做好学生啊！啊，要食草，送你去找金箔啊，金箔带你去佚佗。大家后回继续去看画山画水会你到。其实我的台语无好，无练得，啊，毋过会当来学一寡安怎讲俚语嘛，也是听人咧唱歌、唱一些抖音这种的，非常赞，非常好。哇，是一个介趣味的一个节目，毋若讲吼笑亏，啊，佫会当来看节目当中，上节目的当中，佫会当来上课。哇，有足侪台语的发音，抑佫有理是，真正是一世人毋知影的。有当讲一世人、规世人，也毋知家己讲毋对。所以我感觉这个节目实在是介赞，大家一定要准时收看。